旦，旦字共5筆。第一筆豎，第二筆橫接，第三筆橫，第四筆橫，第五筆橫。上下列求。旦的字義：早晨，旦暮。通宵達旦，枕戈待旦，表示某一天，亦指農曆的初一日，旦望，農曆的初一和15日。元旦，旦日，明天，白天。傳統戲劇裏扮演女子的角色，老旦。花旦，纖度單位，9000米長的纖維重量為多少克？它的纖度就是多少旦。旦的詞性分類解釋。名詞：天剛亮的時候。喻：枕戈待旦，通宵達旦。文選：左思，蜀都賦，晨旦字，後眼涵蘆。白天。文選：楊雄，解嘲，旦握權則為卿上，直失勢則為匹夫。日，天。喻：元旦，旦旦，一旦。戲劇中扮演婦女的角色。喻：老旦、花旦、小旦、武旦、刀馬旦。